这个传统的风俗，过年都爱食代表长岁寿的长年菜。而且你食的时阵，我袂当把这个菜夹断去。也毋过婚姻这张天霸王的长年菜，若无甲夹好长，佫真正毋知要安怎食才好。因为这张菜的长甲宽，拢差不多1米半，比一个小朋友的体型还佫较大。种出着这张菜的头家娘讲，因为这个山顶长年菜的品种较特殊，加上用心来照顾，所以才会发甲遮尔大丛。爱用双手才会使勉强甲十斤的长年菜拢摸起来，菜叶大甲会使甲一位成年女子的身体拢全部冻掉咧。哦，我们挤没了啊！一箱只能放1颗啦。这粒长年菜实在伤大粒，一箱敢若会使剔1粒。不过这粒也毋是这个菜园当中上大的长年菜。上大的长年菜有14斤，长甲宽只公尺50公分，比一个囡仔的身体佫较大。是安怎这个菜会使种甲这大粒？种出这个菜头家娘老素英无啥想要讲这个秘密。这是品种的关系，品种啊，气候，你要用心照顾它，像照顾小孩子一样。哦，肥料、水要足够。长年菜佫叫做包心挂菜，食起来虽然真苦，不过有丰富的维生素。传统的伫过年的时阵食，因为代表长岁寿，食的时阵袂使夹好长。不过若是真正遮尔大粒的长年菜，无夹长，佫真正毋知影要安怎食。